丽西湖有一位竹编的艺术家黄清源，他原本是位水电师傅，但是呢，看到了其他工艺师的作品，燃起了兴趣，开始将童年时看到的客家三合院、还有土楼等等的建筑，用竹子编织，等比例缩小，惟妙惟肖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一起前往黄师傅的迷你竹编世界，感受客家风情。苗栗西湖的小小工作室里，竹编艺术家黄清源正在动手盖房子。这样拉过来，穿过去有没有？又拉过来。专注的眼神，一双巧手，黄清源沉浸在他的竹编世界里。早期农村以竹子搭建的房舍，在他的手中等比例缩小，这些都是他的儿时记忆。就是以前好像有住过，有那些都，反正就有，他有记忆在那边呢，就自己想到这样做，就把它完成这样。黄清源是苗栗西湖客家人，今年70岁，原本是位水电师傅，后来看到别的工艺师的作品，燃起兴趣，成为西湖竹编民俗艺术的推手。所有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，厚重的竹子变成了精细的竹片，相当费工。我现在只有相片，我就可以做得出了。慢慢自己构想，做别的跟人家一样这样。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竹编作品。各种传统农具、鱼笼以及蒸年糕用的板垫，现在已经不多见。还有这个传统猪舍，活灵活现。以前人养猪就是这样养，大猪小猪在猪圈里奔跑，农村景象历历在目。跟着黄清源的脚步来到地方的活动中心，还有许多珍贵的作品在这儿展出。中间是客厅。当中这个三合院花了他1个月的时间制作，最具代表性。这三合院很不好做。所以什么地方最困难？制作的时候。转角。在屋顶的转角，那很不好做。客家土楼也在他的手中呈现，外观上增添了新创意。他们的土楼是直下来，有没有？直接下来，我做了把它凸出来这样。每一件作品都勾出对客家传统农村的思乡之情，木炭窑模型传递了当地客家先民的刻苦精神。用这个香积树，我们就是变成说，发明一个火炭窑来烧木炭，这样赚钱这样。黄清源把自己家族的堂号江夏堂也放进了作品当中，代表他对祖先的感念。小小房舍浓缩着无限的乡土情。客庄里孩提时的嬉闹声，而今在竹编世界里延续。黄清源的一双巧手编出童年回忆，编出思乡之情。比例虽然缩小，却放大了感动时刻。